唉，而家點算好啊，哥？冇事嘅，我上年都打過俾佢哋，不如你打俾佢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？佢哋係邊個啊？學友社咯。喂，你好，學友社。除咗為學生提供輔導熱線，亦有為學生提供面談輔導，仲會定期舉辦模擬試同升學講座，以及出版升學指南同埋就業資訊。作為應屆考生或者家長嘅你，如果遇到任何學業上嘅煩惱，不妨親臨學友社中心同我哋傾訴，又或者到學友社嘅網頁攞多啲資訊啦。